你站起来一下。干嘛？你站起来，站起来。我们公司明天让我们穿女装去，就这事儿啊？放心，保证不会让你露馅的。小七，你真好，你真是我的哆啦 A 七。手给我拿下来！现在知道不好意思了。我都说没有啊！放下，慢点儿！让我穿这种衣服，我哪有？给我放下！太过分了！行了，我们真的是要错了，别跟他老了。叶子，我们真的错了，你就放过我们吧。穿成这样没有方便啊！哎，既然照片、视频都拍了，要不就换了吧？哎，说好1天的啊，1分钟都不能少，要不叫什么惩罚呀？对，就是。江总不方便。哎，还有一个人呢。还有陆离，他人呢？不知道啊，不会是逃了吧？至于吗？天哪！要不是知道这个面具下面是个男人，我可能陷入了第58次恋爱。子啊，美若天仙，判若两人，风华绝代，东方不败。陆离，来一下我办公室。需要帮忙吗？帮什么忙啊？没事，今天造型不错。我先过去了。还看呢？啊！我说完事儿了吗？造型摆好，快点儿！你总能说快点儿！要不是江总，我才不摆你！江总要是忘了，我能这样干啊？摆好！